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老师，这个厝是安那哈？你去拆厝人掠哦？厝拆，啊，厝都用这是拆掉啊。老师去拆厝哦？这老师迄人，真是对啊，迄是厝拆去哦，啊，厝倒落啊。哎呦，人啊走啊，人掠厝拆，鸡仔、鸟鸡仔拢无半只伫遮。哦，安尼，今仔要来讲即个人掠厝拆诶，鸡仔掠甲无半只，即嗯，有正多人吼。掠厝拆。嘿，即个代志是发生伫倒位呢？就是，是发生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掠以色列的百姓，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安尼互人掠去，是安怎个发生即个问题？咱嘿，来看圣经安怎讲哦。咱也未看圣经以前哦，咱先了解。我先是，讲哦，即个背景就是讲，咱知影以色列毋是分做北国以色列南国嘅犹大嘛？是，以色列老早就已经互消灭去啊，嘿，剩南边嘅犹大。犹大最后一个国王，伊叫做西底家，叫哦，西底家啦吼。西伫台湾家，话叫西底家，古语叫国语西伫家，国语叫做西底家。嘿，西底家毋是台语的西底家哦，是伊个名叫做西底家。好，西伊诶名底家哦，叫西伫家，毋是西伫西底家，家哦，是安那伊甲互巴比伦人掠厝拆，鸡仔鸟是掠啊无半只，啥物原因呢？是，因为迄阵有一个上帝仆人叫做亚利米，嘿，有甲伊讲你毋通去联络别个国家，就你毋通去拜偶像的意思啦。哦，因为西底家即个国王，伊带以色列百姓无爱遵守上帝诶诫命，就是，去拜迦南遐神。佮刷落呢，伊要联络埃及来抵挡迄个巴比伦，所以嘿，伊个城就是讲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就互巴比伦国的兵甲围18个月。为18个月了后，因城内的人无物件食，结果因的囡仔枵死，因的查某人就煮囡仔肉来食，所以因就食家己的囡仔的肉，还是讲烧换食，安尼食人的肉，因为因真瘦，真哟，无物件食教完囡仔当然啊，巴比伦就攻入了，攻入城后，攻入城，结果安怎呢？西底家即个国王想要逃走，毋过半路互人掠着，掠着就安尼甲伊绑伫一个所在，就甲伊所有的囝、伊的囡仔、因兜的人，拢掠来伊的面前，然后呢，就一个一个甲杀死，伫伊目睭前甲伊杀死。杀死了以后呢，佮甲西底家的目睭挖出来。哎呦，然后问题是产生安尼，然后佮用铁链甲伊链去巴比伦，哦，刷落真凄耶路惨，撒冷就互人放火烧，所有贵族的厝，较好的厝拢总烧掉，人掠厝拆，鸡仔是鸟掠啊无半只。鸡仔鸟拢会使这是一款俗语啊。嘿，就所以是咱来读讲，圣经。是这真凄惨啊！吼，咱今仔讲的是犹大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叫做最后西底一个王家吼。叫做西底家，伊为什么会做有即款的不幸？就是伊无听上帝的话，无听先知甲伊的警告。咱来看圣经安怎讲哦。上帝讲讲我用我的大权能，甲我伸出的手，创造地甲地上的人，以及众生，将伊想使我所看做合意的，就是讲，上帝家己讲，所有物件拢我创造，我要互啥就互啥，我要什么人做王就什么人做王。拢是我的你毋听我的话西底家毋听，佮去拜迄个插头刻的。就讲你爱知影爱来打，第六节打我将
这地拢交互我的老婆巴比伦王。巴比伦本地是外邦的王啊，毋是以色列的人啊。爱讲我要保，因为伊上帝是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做伊的锤啊，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咱即段圣经我搁落来再搁读一下当我将这地拢交互我的老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产业的走兽，互伊做伊的车用，所有物件拢总要互伊。因为先知伊伫遐一定有甲伊警告啊，讲巴比伦王，你着爱投降伊啦，然后你才会当保存。有甲西底家讲，西底家毋爱听啦。来第7节，人讲列国拢要服侍伊，以及伊的囝、伊的孙。直到伊本国拄着报应的日到，迄时侪国甲大君王要用伊做奴仆。后来巴比伦的国王相款会失败，失败伊的国就无去啊，伊的地方、伊的人就用做奴隶啦。因为所有的代志将把伫上帝的手，因为上帝有永远有甲先知入去讲你投降伊不要紧，70当后你会阁倒转来耶路撒冷。伊甲伊讲讲70当但是因就无爱信啦，敢若一个人信啦，但是你有相信。来第2章巴比伦王伫西底家的目睭前杀死伊遐的囝，搁伫利比拉杀犹大一切贵族。11节，搁野西底家两蕊目睭，巴比伦王用铁链连伊带到巴比伦，关伊伫家里，直到伊死的日。所以西底家毋是用掠去，掠去是青梅目睭用挖出来，关伫巴比伦的监狱，一直到伊死的日。所以死伫对。死伫对？死伫巴比伦，毋是死伫巴比伦。死伫遮毋是台语的死伫遮毋是死伫台湾毋是死伫泰国。来13节有一个野对无野你要用野是你个目，因为野这是一款，比如讲咱讲有旱饲是住伫涂骹啦我若去，我较早拢讲我去野旱饲，就讲特别土配落去。毋是较早拢无讲呢，阮细汉的时拢讲野旱饲。是用物件，普通野是你，比如你用手甲迄土掰掉，掰掉安尼，掰掉以后就起来了野吧。还是讲一个物件你甲野出来。你藏伫倒位，我甲伊压出来；你藏伫因拄的上深的所在，我甲伊压出来。迄个压意思是安尼。所以目睭就互人压出来，用一个物件真好抽出来，足恐怖。山林安尼压目睭。所以压因为较早定咧讲，即阵拢逐渐咧讲，咱知影台语有迄个压，个压西底家两蕊目睭13节个用过烧耶和华的殿，甲王宫，佮用火烧耶路撒冷一切厝，就是富贵家的厝，就讲有钱的人的厝拢总互烧掉。耶路撒冷的上帝的殿，的上帝的殿拢总互烧去，王宫嘛是烧去。真所以个人了厝拆，火甲厝拆了。耶路撒冷火甲烧掉，是后壁的火咧烧。对咱的观众朋友来书法第1名，伊讲死伫巴比伦，问对答对100分你像明辉拢来对，所以咱今仔讲的这是真艰苦的一个人伊本来会当毋免安尼对无就是因为无爱听上帝的先知的话，就是无爱听上帝的话啦。是安尼，所以目睭拢去互压出来内面因的囝去互杀死
也入去书第25章11节哦，全地的确拍远，互人攻击。这个列邦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款代志是伫还未发生以前，也入去就已经甲国王西底家讲过啦。讲全部的人拢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就讲你互掠去，但是70年后你会去倒转来。上帝有永远安尼哦，甲伊讲哦。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处罚因？因为伊若无甲处罚哦，我讲以色列就无去啊。因为因所有的思想，就拢对迄个拜偶像的人走，走以后，因的心内就意向甲因传互因的囝的，都甲耶和华完全袂记起，完全袂记起的时候，我就离开因，离开因，这个国家就无去啊，以色列就无去啊。毋过上帝无爱因无去，伊讲因为伊上帝捌甲大卫讲讲你的后裔，佫甲阿伯拉罕讲你的后裔，我绝对无放杀啊。所以你看，伊互人掠去，袂输像甲伊放杀，其实毋是，是为着要互伊有圣洁的生活，互伊成做一个优秀的国民。其实毋是上帝残忍啦吼，是因为伊想要甲伊保全即个民族，保全民族甲因的思想。甲因敬拜耶和华迄个创造天地的主，毋通袂记咧。所以，老师讲一个公业是啥物啊？公业就是讲行一条，公业，即个吼古早人，就讲阮细汉的时咧听的啦。互人公业，互人行一条，互人安尼，互人看到讲足可怕的代志。即摆无一句话通好解说公业什么意思，就是讲足惊啦，佫看到讲足凄惨安尼啦，佫是凄惨，佫是互人惊。你看西底家伊目睭讲压出来，还未压出来以前，佫看到伊家己厝里的人，伊的囝、伊的某全部伫个头前、面头前，伊的囝伫面头前互刣死。是，就是咧看电影，看迄个足恐怖的迄种的公影呢，伫遐听。所以你看到会公影，就讲敢有即款代志咧，互你惊一条啦。惊甲会迄个会皮皮出来迄种。惊一条有公影的意思。所以公影你爱捡起来用哦，因若拄着迄个足悲惨的代志，忽然间看到。叫做惊骇，对吧？惊骇惊骇。国语我毋知影安怎讲。就是讲佫惊，佫惊，佫是忽然发生，皮皮出安尼哦。所以70冬满了后，伊就70冬了，70冬的时哪会满咧？我来讲为什么吼？因为第4任的皇帝，就是讲无，就是讲巴比伦哦，到伊的一个皇帝叫做毕沙山哦，伊最后就是宴请伊的所有的贵宾啦，就伫遐请人家请千几个啦，请几千人诶，伫遐做宴乐吼，伫遐做欢喜，伫遐啉酒，国王呢就甲伫圣殿因老爸伫圣殿抢来迄款银杯，迄本底是咧服侍耶和华诶迄款器具，咧献祭咧用诶。伊摕来啉酒，因老爸尼布甲尼撒德抑个毋敢，伊敢，结果呢有一支手伫因壁面咧写字。哇！恁伊着惊一条，逐个人看到的人拢惊一条，所有的会晓看字的人拢无法度解说，好甲在因某知影，国王的某王后啦，王后知影讲有一个叫做但以理，因较早的国王若有问题，拢去请教伊，伊是足聪明的，佫会晓解梦。伊讲你请伊来，到底会当解决这个问题？但以理真正请来哦，请来以后就甲伊解说讲你伫因壁顶所写字的意思，伊就先甲伊教训。
先甲国王教训讲，恁老爸尼布甲尼撒互耶和华安怎甲伊教示，伊捌变做一只牛咧食草，怎样去甲伊去互伊恢复原底的国位？你是伊的囝，你既然毋知影，你今仔日去做即个代志，等你的国到就讲到遮煞，讲你的国已经了啊，真正迄年啊，国王就互人杀死啊，迄个马代波斯就起来啊，就起来做工，所以第一个国王起来的时阵。咱知影，就引准以色列的百姓倒转去圣殿，去圣殿啦。一直到第二个王波斯的第三个王的时，就发诏令。这就是后来到70年后的代志。70年后，巴比伦就灭亡啦，波斯国家灭亡。灭亡以后，以色列就渐渐会当倒转去啊。所以上帝有当时迄落，互歹人感觉做得真兴旺啦，真兴旺对。咱会感觉为什么迄歹人安尼过着歹人个兴旺？其实是因为咱安那上帝的子民做毋着代志对吧所以伊管教伊上帝的管教伊的子民安怎管教即个历史，咱对即个历史会当显出上帝对伊的选民的信息。是。伊讲话是真诶，因为有甲比来汉讲讲我无要放杀你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遐尼济。所以伊袂使甲伊放杀。伊个对罪恶的审判，讲你若犯罪。伊就要甲你叫醒，叫倒转，用各种方法来这是英文的较句英文伊70年后倒转，真正70年后倒转。伊英文以色列国要去复国，所以互人灭国2000年去复国，有无？2000年无算久啦，而且70年也无算久啦。是。所以咱拄着。艰苦的代志是恶担当的代志，你免烦恼啦。免互人免烦恼，什么人要甲你反对，要甲你批评。你若相信上帝，听伊的话，安尼就好啊。你会拄着真侪困难，无要紧，因为上帝会负责。咱要相信一条，上帝会做一切的代志，保守咱讲做圣洁的子民。但是你若无圣洁，就是讲你做歹代，你拜偶像去相信其他的鬼神，安尼就毋好啊。所以你若讲会当天条伫上创造天地的主下底，安尼伊就要全部保守，互你真做圣洁的子民。好，咱讲到遮。所以咱。若准讲咱毋免安那，毋免烦恼烦恼免为家己来解决你个问题咱若有即问观众朋友有解决的问题的人，去厝去互拆去的，还是厝里的财产会去互偷客去的拢不要紧因为。就是讲，毋免挖去乌道的啦，有时咱钱讨袂转来，来请乌道去讨，无需要啦，无需要做这个代志。请人去创啥物以还牙呢？但是毋免咱会来认捌上帝，上帝帮你伸冤安尼，帮你报仇。其实嘛免报仇对吧？上帝祝福互你是你想袂到的所以咱若有机会会当去附近的教会来认捌阮的上帝因为阮的上帝是一个愿意祝福互你的人上帝。好，安尼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佮做伙来讲台语这个节目是台湾的台人新教会林老师跟泰国科莫基金会做伙主持的好，就是像咱朋友讲的明辉讲解一切交托主，要安怎交托你来认捌上帝就是讲。所以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老师，咱后礼拜再会，平安。